內肉 polyp 係上皮細胞 epithelial cell 嘅良性增生，除非不停出現，良性增生唔會癌變。至於膽囊兜肉 cholesterosis of gallbladder， 通常嘅原因係由於壞膽固醇，又叫低密度脂蛋白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 囤積喺膽囊中嘅巨細細胞，形成所謂泡沫細胞 foam cell。根據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嘅研究，只要增加好膽固醇，又叫高密度脂蛋白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 便可以將泡沫細胞中嘅 LDL 抽出 efflux。防止方面係減少身體中嘅 LDL。喺呢方面，一早奧地利 Austria 學者發表研究報告，話煙酸 nicotinic acid 可以降 LDL。戒口方面，任何蛋嘅蛋黃正正係壞膽固醇嘅來源。另外，要戒豬手、燒腩、燒鵝皮下脂肪、雪糕、